星期二，一场题为东突厥散穆斯林系统性种族灭绝的大型研讨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研讨会由国际关系学院、东突厥散组织国际联盟、伊斯兰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于1月4日在伊斯坦布尔的格里昂酒店举行。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学者、政治家和记者参加了为期4个小时的阿拉伯语研讨会。哈萨克斯坦总理马明领导的政府因民众抗议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而宣布辞职。托卡耶夫总统于昨天上午接受了政府的辞职。由于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基瑙金市举行的反液化石油气加价的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阿拉木图市和曼吉斯托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该国前首都阿拉木图，有数千人参加了示威活动，持续了一整夜。瑞典政府成立了心理防疫机构，反击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反宣传。新机构的任务是打击虚假消息，增强人民面对可能威胁的应变能力。该机构的45名工作人员与瑞典武装部队以及媒体和大学等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加强该国的心理防御。中国西安新冠肺炎疫情升温，确诊数飙涨，目前已经下令全面封城，官方全面升级为居家避疫，而居民因为物资短缺，竟衍生出以物易物的状况，甚至还有人使用手机换取米。进入2022年之后，河南豫州成为中国第2个全面封城的城市。宣布封锁时，该县级市只增了3个确诊新冠无症状感染病例。美国政府已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委员会的塞尔维亚成员梅洛拉德多迪克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他的行为威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稳定的领土完整。财政部的一份声明称，多迪克正试图通过夺取权力和建立平行机构来削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家机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大臣扎耶德·阿里纳哈扬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商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和其他一些事态发展。日本和韩国当局表示，朝鲜5日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不明飞行物，这是朝鲜今年的首次武力展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向记者们表示，这枚疑似弹道飞行了大约500公里的距离，并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韩美情报当局正在对此进行详细分析。